最近香港有個所謂才子寫咗篇專欄鬧《尋秦記》，佢話秦朝係一個唔好嘅時代，就算古仔裏邊嘅主角要尋啊，都唔應該尋秦，反而尋齊國啊、尋楚國啊、尋北宋啊就好啲喎。乜佢唔知電視版裏邊阿項少龍最初嗰個女朋友，即係同阿秦青一樣樣嗰個呢，係叫做秦青咩？所以尋秦記係有另一個意思嘅。佢返到古代又揾到個同秦青一樣嘅心上人，所以咪要尋秦咯。語帶相關，同樣嘅字有唔同嘅意思，佢唔係唔懂係嘛？佢又話秦朝唔好，用嘅例子係孟姜女的故事。佢話孟姜女係一個女性主義者喎，佢知唔知咩叫女性主義啊？要男女平等，女人唔好受咁多束縛，先至係女性主義啊嘛。秦代邊有呢？孟姜女講白少少，只不過係一個死咗老公喊到天崩地裂嘅女人啫，有幾女性主義啊？而且孟姜女嘅古仔呢，最初嘅版本並唔係秦代，喺再早啲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㗎啦，後嚟先至有人改去秦代，更加突出秦朝嘅暴政啫嘛，作得就作啦。民間故事佢信到十足啊，佢身為才子唔會咁係嘛，真係嚇人一跳啊！如果佢真係要信民間故事信到十足嘅，佢又會唔會以為嫦娥係第一個登陸月球嘅女太空人啊？佢話唔應該尋秦，尋北宋、尋齊、尋楚更好。咁如果俾佢寫古仔，佢會叫主角返北宋揾包大人啊，返去齊國揾鍾無艷啊，定係返去楚國改寫屈原嘅結局呢？佢仲要將秦始皇同秦檜拉埋一齊講，話個秦字唔好喎。喂，秦始皇係姓嬴㗎，唔係姓秦㗎。而且唐太宗未繼位之前都曾經俾佢父皇封做秦王啦。甚至金庸小說裏面趙敏嘅原型即係真真正正同汝陽王有關嗰個郡主其實係朱元璋嘅新抱，佢嫁咗俾朱元璋個仔，而朱元璋嗰個仔呢，都係封做秦王嘅。呢個蒙古郡主係秦王妃嚟㗎，連古人都唔忌諱個秦字，唔怕用啦。佢呢個現代人喺度計較啲乜嘢真係。講返《尋秦記》呢套電影如果個劇情係改成由轉生之後保留前世記憶嘅嫪毐，即係江華帶住苗僑偉嘅角色返去古代揾項少龍佢哋算賬，咁會唔會好睇啲、合適啲呢？不過都有個問題嘅，就係江華嘅情況，如果戲份比較重啲，佢又應唔應付得嚟呢？其實如果要揾佢客串，都仲有第二啲方式嘅，例如等項少龍再過到好多年，見到中年嘅項羽嘅時候，發現自己個仔人到中年之後竟然同連晉一樣樣喎，佢會唔會嚇一跳呢？江華都演過項羽㗎嘛，係咪？最近好似江華有個訪問片段出咗嚟，佢話個製作團隊有揾過佢，想佢喺彩蛋部分曝下光、出下鏡，但係佢覺得冇意思，所以推咗喎。佢唔係講笑係嘛？講笑揾第樣，人哋揾佢做，佢話冇意思，咁第時好難有人揾佢做嘢㗎，真係。有人話唔明，套戲裏邊嘅項少龍都已經一把年紀啦，白頭髮都出埋嚟啦，但係都好似仲有啲新嘅女角對佢一見傾心咁嘅。其實都唔難理解嘅，古天樂演過楊過㗎嘛，楊過咪一樣有白頭髮，郭襄咪一樣對佢唔死心，揾咗佢20年，同樣道理。
只要劇情需要，唔一定要啲青靚白淨嘅年輕靚仔先至有女仔鍾意嘅。另外古天樂話呢，其實個古仔都留咗個尾嘅，大家都知㗎啦，有一個穿越裝置留咗喺古代係嘛？咁如果個古仔再發展落去會點呢？可以係，如果日後西楚霸王喺垓下之圍兵敗之後，喺烏江自刎之前執到呢一個穿越嘅工具，用呢個穿越工具帶住烏騅馬嚟到現代，咁又點呢？佢可唔可以撞返李小超，然後李小超以馬主嘅身份等隻烏騅馬喺香港出賽，仲出錢俾項羽做生意？項羽可以做咩生意？或者賣奶茶、賣洗頭水啦？點解啊？因為項羽叫咩？西楚霸王啊嘛，係咪？